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在。这政会无停，美国为着要制裁罗西亚，宣布禁止进口罗西亚石油。罗西亚政府为着要控制消息，甲因国内日本 NHK 频道提掉。台股是连续6几多天，今日总算登到11000点啊。国安基金也讲，随时会注意股市变动，若准有必要会出手护盘。食酒赛车的罪行加重，唔拿刑事责任，若准搁再还价会公布名声相片，坐公车的人上悬会当罚到8万块。为着要扩大对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制裁，美国伫咧初八时阵宣布讲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英国也宣布到今年年底进前会减少这罗西亚的石油进口。国际油价伫初八时阵是搁在降悬，为着要稳定这油价，美国也当咧找找会当进口石油国家。也来讲到欧盟虽然是无讲要对咧制裁，不过因也讲会大大减少罗西亚的天然气，希望伫2030年进前唔免倚靠别个国家。就算面对油价持续抢悬的危机，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初八也是宣告，美国会完全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天然气甲土炭，加做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进一步制裁措施，希望这个制裁措施会当真正发挥作用。That means Russian oil will no longer be acceptable at U.S. port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deal another powerful blow to Putin's war machine. 英国首相强生嘛，伫同一天宣布，英国会伫今年底进前，大大减少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卖找出会当代替供应来源。We can't move overnight, but we can certainly do it, and we can do it in a way that doesn't disrupt supply. That 因为欧盟并无完全得咧安尼做，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初八伫声明当中表示，欧盟今年会减少2/3对罗西亚天然气的需求，希望伫2030年进前，欧盟会当达到能源独立自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西方国家扩大对罗西亚制裁措施嘛表达感谢。Я вдячний особист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Байдену。根据 BBC 的报道，罗西亚是全球第3大产油国。敢若比美国甲沙烏地阿拉伯較少，每一天出口差不多500萬桶的原油，其中超過一半是供應予歐洲，3%再去美國，這嘛是羅西亞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國際油價甲天然氣的價格已經是起甲驚死人，羅西亞的石油禁令，嘛互政策是愈來愈吃力。拜登表示會提供美國欠起來戰備用油，嘛會找找替代方案。不過，《華爾街日報》指出，拜登初八伫宣布進前，捌敲電話予沙烏地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王儲，希望會當配合增加生產。不過，因兩個是攏歹接電話。目前受到石油禁令制裁的委內瑞拉，將做替代選項之一。因為美國已經派代表團去協商，可能最近就有結果。There's talk about Venezuelan barrels coming back on the market, and that's particularly good because the Venezuelan barrels can be swapped out pretty easily with the Russian barrels because it's both heavy crude. 不過，嘛有專家分析，拜登宣布的羅西亞石油禁令，敢若是因為戰爭到底上咧發聲爾，長期尾愛面對的，也是能源價格大起的實際問題。加上羅西亞威脅講，要切斷供應予歐洲的天然氣，這場戰爭對全球造成衝擊，可能才打要開始爾。公司新聞警官強編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昨在英國的國會發表辭信演說，伊表示講會戰到最後1分鐘，而且伊也呼籲各國要趕緊來甲因鬥相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初八伫英國國會發表辭信演說，是受到隆重的介紹，而且全場的人攏徛起來甲伊拍撲啊！這嘛是下議院歷史上頭一屆邀請外國總統伫國會內底發言。Розказати вам про наші 13 днів. 13 днів війни, міцної війни, яку ми не розпочинали і не хотіли。伊伫基輔市中心家己翕一段影片，表示春天就要來啊！所以伫璀璨的戰爭時刻，不過伊知影，終期尾也是會摕到勝利。尾啊，閣甲鏡頭捏一個目尾。從開戰以來，澤連斯基持續向各國來尋求協助。迄一天伫挪威甲波蘭的一場聯合記者會，波蘭表示會甲因伫蘇聯時期所有的美國29戰鬥機，全部交予美國部署來支援烏克蘭的軍隊。But we are not ready to make any moves on our own because we are not party to this war.
不过，美国国防部虽发声明讲，这是波兰各方面的决定。因讲喷气式战斗机若飞入去罗西亚甲乌克兰有争议的空隙，会引起规个北约联盟严重的关注。因无认为讲波兰的这个建议可行性是悬的，等到英国是支持波兰这个决定。一向立场拢较歪罗西亚的中国，侧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德国总理肖兹，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视讯峰会内底，头一届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发表强烈的声明，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劝和促谈。习近平强调，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联合国一封流出去的电子批内底，唔通用战术甲入侵等等的字来描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局势。也让官员表示，代志并唔是安尼。Looks like someone, like in a regional office, may have taken upon themselves to send out an email as instructions.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done because there are no official instructions. 内容显示，工作人员互通知讲，要用冲突或者是军事进攻来取代。官员表示，有一封发予员工的电子批，提醒大家，因是替国际伫做工课，要遵守家己工课责任。伫乌克兰局势的沟通，要符合联合国的立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这两军交战，互全世界讲市拢大落。大国伫前几天也是落甲真凄惨，不过伫初九却是反弹，重新登到一边100点。金管会主委黄天博就出面来甲民众发声，强调讲在短期间内会起起落落，这是无度避免的，也强调大国的基本面是真好的。另外，国安基金随时拢有伫咧注意，也请民众要放心。请问诸位，这算不算股灾啊？我认为的确是一个震荡，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大股最近3天总计盘上1000点，有立委认为讲因讲认定是股灾，不过初九大股是盘真深了后有起起来，盘中起超过200点，虽然多空交战，也不过中场依然收复17000的关卡，起190点，中场是收在17015点，成交量3161亿。电子股大积电起0.8%，电电起4%，另外航运股营运之前加中规拢起停。台湾银行昨天就买了超过100亿啊，前天也超过100亿啊，政府已经在护盘了嘛。放公股每一个都有他的操作团队啦，自己会判断啦。国安基金的操盘手，财政部处长阮清华澄清，无收到护盘的指示。不过最近大股真侪外资的提款机，初到卖318亿2000万块，已经连续卖6天啊，总计金额超过2300亿。也不过投信却是反向来操作，3月拢有买股票，总计买金额是229亿5000万块。所以讲有立委质疑立场护盘的时机唔对，公股银行的资金全部入去外资的落地啊。不过金管会主委黄天博信心喊话，讲大股基本面良好，还有投资人爱理性。其实国内的资金动能是很强的，股市基本上还是看基本面，当然短期之内的波动是难免的。另外，俄罗斯甲乌克兰冲突继续扩大，金管会统计国内金融机构的保险的金额超过2000亿，其中以保险业金额上多，达到1382亿，拢是投资伫俄罗斯，主要以债券为主。也不过强调，敢若占国内保险业资金的0.46%，影响无大。另外，银行投信投资金额比率也无大。国债的话，那现在怎么计算价值？他就要依照财会的准则去调整，把这个损失呈现出来。那这些俄罗斯的国债，其实它的信评在战争前其实都是合乎标的的，它的比例也不高。不过，有立委指出，虽然国内金融业影响无大，也不过部分的中小企业出口工具机到俄罗斯，占公司的资金规模大约是1-2成，影响也袂少。财政部表示，若出现资金周转的问题，会提供贷款利息来电源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也影响到国际海运，有真侪间货轮公司拢宣布讲暂停卖去罗西亚甲乌克兰。全世界上报有47%的远洋货柜受到影响。亲像咱国内就卖水事业者宣布讲，这三文鱼的沙西米就暂时无要卖，是因为远洋货柜受到战争影响，出货无稳定。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请航港局、阳明海运也个经济部等单位成立一个下部货平台，头阵在国内物资这货运有受到影响，会当透过这个平台来调节。对他总共给我6个鲑鱼。但是如果要点那个，以编辑出名，连锁长势舒适争先全台湾国门市拢打一个广告，讲三文鱼沙西米暂停供应，强调停卖原因是因为三文鱼为哪位进口，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影响，部分航权拢停，因为供货无稳定，目前库存有限，敢来当提供三文鱼舒适，三文鱼的沙西米停卖。
只点鲑鱼。第一天的时候剩下少量出货，10几20分钟才上个1、2盘，然后大家就是每个人抢着那一盘。看见安心的笑颜，我是大噶。另外，也因为原料供货紧张欠马铃薯签，最近才阁开始卖的摩斯汉堡也坦白承认有起价压力。董事长林建元表示，使用油起2.5倍。最近牛肉、番薯签供货无稳定，另外鳝鱼也因为战争供货有问题，一直拢有起价压力，是冻调的无起。而且，全球上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等4大航运公司拢宣布暂停往回俄罗斯乌克兰货运，全球货运航运差不多47%拢受影响。那现在我们在航港局，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农委会，有成立的一个平台。这部分我们会透过这个平台来协助，包括价格的平稳，包括这个仓位的分配等等。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过去海运仍有运价欠柜这个议题，都捌透过平台协助。即摆来做民生必需品受影响，会透过平台协助，互航运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甲强标旅游团这条团保链相牵连的。其中有2个是伫咧台南某一间病院，甲人负责配药的人员。因为讲到这境外病例部分，今仔日有增加74例，其中1例是印度人，伊是伫咧餐厅食头路的。也因为讲伊进前检拢是阴性，所以因为台北市当咧追查防疫旅馆群组感染，搁再甲伊检的时阵，所以检出阳性。目前也当咧追查甲伊相关的接触者。转头防护装备的台南市政府人员伫店外喷消毒水，因为查到台南市新增加2个本土确诊案例，针对因2月23以后所行过拢消毒。这2个是按21083甲按21084。台南一间病院药事人员，因为进前强标旅行团相关案例有5个民众坐巴士来这间病院复健确诊，初步认定是院内规定小位，也毋过是毋是有动线灯塔，还是有其他的所在去画着，也犹太基因定数确认。市政府原来考虑890人，避免疫情传开。医疗行为都要必须停止。那原先已经住院的人，因为筛检都是阴性，所以暂时都不能移动，以避免这个疫情到时候因转阳有这个扩散的可能。这间病院会听候14才恢复门诊加医疗服务。这原来是强标旅行团伫台南的第3波疫情，伫高雄第4波疫情也新增加1个本土案例，也就是按20939台菜餐厅员工作为大小妹。伫酷热假日期间确诊，强标团相关确诊总数已经达到20例。除了3个本土案例，指挥中心也公布74个境外移入案例，创下56天来新冠。其中1个2月7日入境相关检疫拢是阴性的印度籍查甫人，因为台北市卫生局查某一个防疫旅馆规定小位，采检了后确诊。本案他目前是在某餐厅的员工，餐厅其他员工有4人，还有老板都已经匡列采检了。因为国外疫情也不止严重，咱国内是还阁会当控制，是不是考虑解封？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爱阁观察。部长，你有看到防疫的曙光了吗？这还没有看到真正可以就是说解封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步骤。另外，疫苗注射的最新统计，第一期83%，第二期77.28%，基础加强声0.83%，对加声45.18%。指挥中心呼吁民众紧注疫苗，加强防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食酒赛车会当讲是害别人也害家己。立法院伫今年1月修正通过修法案，讲要来严办一寡食酒赛车的民众，因那刑法的部分已经施行啊。也讲到这个道路交通条例修法了后，是会把这10年来再犯食酒赛车一寡民众的相片，也个名声公布出来。而且坐公车的人，这罚金是对3000块变做是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按上对3月31就要开始施行啊。啉酒开车，互警察查到，有时抢红灯、灭行啊，不过也是互人抓到，酒色台达到0.4厘。红灯开拢无咧看啊，车红灯诶。
骑车载人赶紧停伫路边，警察发现实施酒测，果然超过标准。不过，啉酒开车的新制度伫刑法的部分提悬刑责已经实施啊。江南新北市警方处理啉酒开车，今年2月甲去年同期来比较减少34件。即阵道路交通条例修法要进步行政院来核定，行政法则要在3月3日来实施。因为酒驾的人他是不清醒的，旁边人怕被罚钱就会提醒他、阻止他。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啊。我觉得会酒驾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会比较需要心理矫正这一块，对啊，罚钱他不一定会怕。这尾10年内底，啉酒开车佫再犯，包含4名相片违法的事实，拢会被公布。坐公车的人会连遭到定罚，另外这个罚则是加重5倍，对原本上悬3000块提悬到15000块。这个刑罚甲行政法是相关的加重。不过警方在执法方面是不是会面临困难？那大多数我们举例到的酒驾案件都是驾驶人自己开车比较多，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遇到一些有乘客在的一个案件，它还是有申诉的管道啊。那我们就会解释说，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国人其实最怕的还是要从荷包掏钱出来，所以把整个罚金提高之后，我们觉得要透过同车共责的人，他必须去感受到，他也有一份责任，他也会受到严重的处罚，这才有用。啉酒开车害人害己，加啉酒开车的人坐公车，敢若亲像坐死神的专车。一直关心啉酒开车议题的社会团体讲，提悬罚则固然有阻止的效果，不过要安怎来对根本上预防，包含家己啉调的这个问题，嘛要斗阵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那食酒赛车会害人害己，抑佫一款恶心的厝头鸡也是同款。伫台中的兴中街一栋大楼发生火灾，了后，市政府派人去查，才发现讲这姓曾的厝头鸡，甲这栋大楼隔间变作是41间的套房伫咧睡人。不过，这款状况却无甲政府通报，已经是违法啦。市政府也先甲这厝头鸡罚144万。这场大火也逼出着这赔偿的问题，也佫有弱势民众爱去倒位，才有一个安全的所在停好大。台中兴中街大楼火烧厝造成6死6伤，案发了第3天，其中5个罹难者家属登去现场交魂。消防局调查人员也伫大楼内底继续伫采证，要其他住户陆续登去收物件。一场无情的大火，加大的所在拢烧了，财产赔偿状况，受灾户对区公所认定不明，有一寡不满。因为我们刚才去区公所，然后他不太晓得说财损的部分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我的东西都被熏过，那我如果丢掉的话，那这样算财损吗？对，然后他们好像说要有烧毁，然后要有那个就是要拍照，要有列那个表单，才有办法提出依据这样子。得到姓孙的女厝头家，甲大楼违规变更41间出租的套房。台中市都发局调查发现，该大楼1986年申请建筑使用执照，只是8户一合的主题大楼。1997年申请变更茶水旅馆，核定17间房间。业过旅馆登记证已经在2019年互管路局来注销，所以这厝头家违反建筑法，家己来变更用途，室内装修也佫无办理建筑物公安申报事实证明卡，决定改罚144万块。依违反建筑法相关规定，以每户裁罚18万元，共计144万元罚款。兴中街火烧厝造成6个人死亡，然后弱势民众电力选做这个违建的厝，真侪住所的问题拢显现出来。民进党立委林静怡提到召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府，2019年以来标售北屯区、太原段、甲清水区5峰段公有土地，无插弱势民众居住的权益。如果他有钱可以租用在豪华舒服的环境，他为什么会租用在这种比较老旧的社区里面？根本看不到卢市长对于像这样子的租户，他接下来能够承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居住上的安全的作为。不过市府是澄清，北屯已经有2个社会主体正伫兴建，太原段是采取异地兴建方式来平衡这个区域发展。5峰段是前市长林佳龙任内伫先期的规划就发现讲，基地内底土地产权加公有合啊问题，整合真困难，决议无列入社会主体兴办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违建伫咧起的时阵，真侪人是贪方便，不过若发生事故，却是真侪人伫咧叫苦连天。这火灾了后呢，真侪县市拢开始查这违章建筑。亲像台北市即摆也讲，伫咧2015年9月了后的建案有1748件违建，其中有75%是露台按铁窗的违建。为着要阻止这违建再来发生，市政府也要求讲，2015年9月了后的建案，伫咧办理建筑物产权
环登记转移的时阵，就要提供无违建的证明，而且还有复杂的机制，而且这建筑物也要继续追踪2年。两台建案窗仔门、杂货坪，还有栏杆，这拢是违章建筑。台北市建管处为了阻挡新的违章建筑一直增加，要求为2015年9月初1了后新的建案，除了办理建物产权登记转移的时阵，爱附无违建的证明，还佫定出复杂的机制，无定期派人去稽查，敢有佫带违章建筑的情形，而且持续列管2年。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大概在卖方的话，他也会有压力。然后他在过户的时候，必须要减负违建证。如果他不减负的话，建管处大概会优先去查处。我想这个除了在交易上可以买卖双方更加安全以外，另外在嚇阻新违建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成效。根据台北市建管处的统计，为2015年9月初1到今年2月28进前完成的新建案，拢总查报36577件，找到1748件有违建，其中2台违建建案窗仔门的是上济，占75%，过来是杂货坪加栏杆、露台违建，还有1楼法定抗地违建等等。北市在104年之后，确实新的案子相对比较少，可是很多新的案子，它都是一些所谓基地面积比较小，那实际使用空间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些个案。那当然在影响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接受度上面跟价格的一个部分上面，多少有一点冲击。市府未来会透过地政甲建管单位结合的通报机制，还有申领使用执照的复杂列管机制，只要查到违建会优先拆除。这些措施拢是要阻挡新的违章建筑继续来产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总统大选，伫咧半暝的时阵，恐惊就当知影结果咯。即执政党的候选人李在明，也有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所派出来候选人温锡月要拼一个输赢。李在明有人甲伊叫做是南韩的 Trump， 那温锡月伫咧进前是伫做检察官的，因2个人对日本的态度拢认为讲爱改善，不过针对着中国也有美国这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无同款的看法。南韩总统大选伫3月初9投开票，虽然候选人有3名，也毋过早就正做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甲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尹锡悦对决。今年57岁李在明出生伫善家家庭，无法度读国中、高中，用同款的学历考到中央大学法律科系，毕业正做人权律师。受到进前总统卢武铉的影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2006年开始从政，做过2届的行基道城南市市长，甲行基道的地书，伊的个性真面体嘛真强硬，常常用社交媒体讲一寡真偏激的言论。因此，虽然伊是左派，依然常常互人甲美国前总统川普比较，甲伊号做是南韩川普。 국회의원 경력 한 번 없는 변방의 아웃사이더입니다. 그런 저 이재명에게 집권 여당 대통령 후보라는 막중한 임무를 맡겨주셨습니다. 对日本，李在明主张有必要改善中国的关系，也毋过嘛真侪届用激进的言论来批评日本。在中美关系面顶，伊想要维持甲美国同盟，嘛想要发展甲中国正做战略伙伴。这款的想法嘛，互外界批评。是因小阮最近的亲中政策，并无清楚说明安怎伫中美对抗的环境来做。 第61岁尹锡悦，爸母拢是大学教授，伊伫省立大学法律科系毕业。伫阮在2017年做总统开始受到动用，一路做到检察总长，要指挥调查进前的总统朴槿惠甲李明博的外交案件。2020年，因为不满执政的政党推动设立重大犯罪侦查厅，剥夺了检方的侦查权，就想去辞掉检察总长了后，宣布参选总统大选。 이제 우리는 이런 부패하고 무능한 세력의 집권 연장과 국민 약탈을 막아야 합니다. 여기에 동의하는 모든 국민과 세력은 힘을 합쳐야 합니다. 그래서 반드시 정권 교체를 이루어내야 합니다. 在日本外交政策面顶，尹锡悦主张爱改善两国的关系，重视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发展产业，而且爱跳出朝鲜半岛的范围，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卖重启美韩在军事甲科技的合作，哇美国的立场明显。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 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有真侪国家也有大企业拢出声甲因谴责。亲像美国的麦当劳拢宣布讲，这罗西亚国内847间的麦当劳拢爱先暂时关起来。另外，卖咖啡的 Starbucks 也有做汽水的可乐公司，也拢宣布讲先暂停当地业务。
麦当劳执行长肯普钦斯基初八早起透过内部电子邮件甲公司网站发出声明，指出虽然逐工为数百万俄罗斯顾客服务，毋过无法度忽视乌克兰的苦难，决定暂时关境内847间餐厅，公司会继续支付62000名员工的薪水，因为供应链长期甲人道问题，无法度预测什么时阵会重新开放。1990年，麦当劳伫莫斯科开第一间餐厅，是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繁荣的象征。美食文化对外口汽水饮料进入市场，即马大企业麦当劳退出有重大象征意义。When McDonald's moved into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part of a message of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now those avenues have all been closed off. And so Russia's having McDonald's exit that market really brings a bookend, a close to that era. And we're kind of standing in, symbolically at least, a new era of division between Russia an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同一天，咖啡连锁大企业星巴克也对咧做，暂时关店面甲咖啡进出口，会对员工提供援助。再去饮料大企业可口可乐也宣布暂停伫俄罗斯的买卖，百事可乐也暂停卖可乐甲七喜这些产品，毋过伊也配合五零混这基本民生饮品会继续卖。国际时间已经数百间企业品牌暂时退出俄罗斯市场，声援乌克兰。民众生活好亲像退回苏联物资欠缺的时期。麦当劳、可口可乐这些大企业业者原本迟迟无表态，互人批评。伫包含纽约州养老基金等经济经济股甲网络控制的压力之下，总算做出决定。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台北捷运伫9年前针对着刑控中心的监控设备进行改善，提到标案的宽安达科技公司涉嫌对中国网站被中国货，佮用中国厂商所提供的文件验收通过。宽安达涉闹的负责人即马去向依照着诈欺罪来解起诉。为中国购物网站淘宝网内，就会当找到比利时厂电火球啊无助，只是是毋是原厂都毋知咯。有台湾厂商伫淘宝买中国籍物件，交货欺骗台北捷运。因为台北捷运9年前进行监控中心的监控设备改善工程，由安达科技得到标案。安达为了节省成本，涉嫌用1/3的计价为淘宝网站落单，购买中国籍的电火球啊无助，佮用中国卖主所提供的设计书通关成功。4名负责人因为安尼，互人依照诈欺罪起诉，建请法院宣告不受不法所得。刘姓被告涉嫌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诈欺取财罪嫌，经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我们必须并没有收到起诉书。那收到起诉书之后呢，依照法律的程序我们会对自己的这个权益来做一些主张。对于发生弊案，台北捷运是讲已经积极检讨，利用过程监控中心系统运作无各样，已经向原厂得到辨识方式。大概改换进前，会看电火球顶悬的号码认真假。后续维护契约，拢要求厂商爱提供原厂证明，袂使用设计书代替。后续接续的每年维护合约，都要求厂商必须要提供原厂的出货证明，不可以用窃结来代替。我们台北捷运公司虽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一个资讯，但是我们一切尊重司法检察机关的认定。专案当中包括台北捷运4个处理验收业务人员，也甲安达2个员工，拢互人控告独立。只不过检方侦查了后，认为是4楼负责人一个人所做的，准讲验收过程可能有疏失，因为无不法事证，所以处分无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火，连累到无辜的百姓，外交部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成立募款专户，这募款是会到4月初一结束。基金会表示，目前已经收到4亿个善款啦，这寡钱会用伫乌克兰难民的人道救援。一通一通的电话才袂离，拢是卡来问捐款予乌克兰的相关问题。这是外交部统筹协调，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伫3月初2成立的赈灾乌克兰专户，统计到3月初9早起8点，已经有4亿个善款。未来的这个捐款主要就是3大方面了。主要是协助在难民那是他们的这个医疗、他们的收容安置跟他们的日常
这个民生用品。乌克兰专户目钓的金额会转送交予外交部处理，参相关的国家组织合作，共同执行人道援助。寄来台湾5档的乌克兰人 Anastasia 老厝就是伫赫尔松。伊所了解，目前乌克兰上欠药啊甲食米。Right now,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food and medicine, so a lot of people need insulin, but right now they don't have it. I hope government will give visa to Ukrainian people family come here to Taiwan, and I hope people who don't have international passport can come here without international passport. I understand maybe it's unreal, but I just hope. 即阵有侪侪民间团体站出来斗相挺。台湾 Stands with Ukraine 发起人之一的张佩欣就讲，因尽量伫网络传播国际相关消息，也甲住伫台湾的外国人合作会，要让他们知道说，有一群也跟他们一样关心的人是聚集在一起的，他们是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当你直接跟外国人面对面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或者是感受到你的支持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精神上的帮助。除了捐款、游行活动等等的支持，外交部也开放物资捐赠。包括日用品、医疗用品等等相关的信息，会当上外交部的网站查询。记者尤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已经连任7届的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蔡淑惠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询问了后，落尾是以25万交保。另外，伫嘉义市也有一个无党籍的市议员戴玲，检调也去超伊的所在，目前有7个人去互带登去做调查。来到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蔡淑惠的服务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无愿意加讲，蔡淑惠也无伫服务处。不过，伊的议会研究室也有服务处这18个所在检警拢来搜查。这个人头福报还有以少报多的方式福报助理费的这个案件合并后的台南市的第1届跟第2届议员的期间，那目前初估的福报的金额大概是400多万元。检察官怀疑蔡淑惠甲助理涉嫌用假人头，也是用少报罪的方式诈领助理费。要谈议员在内16个人，要3个证人。最后蔡淑惠以25万来交保，4区的助理12万交保。另外2个助理惊因串口径，所以声押禁见。检方在办案的时候应该有他的一个标准，但是好像是懒得偏多了一点。对着议员的质疑，台南地检署讲，搜查也是约谈，是检方认定事情有冲突，甲选举无关系。除了台南以外，无党籍嘉义市3届议员戴玲也敢若开涉入诈领助理费案件内底，服务处被搜查，本人加助理总共7个人接受侦讯。早上9点多，他们其实只是拿着这就走了吧。服务处官刚证实检调另外来过，也甲资料提走。另外，戴玲是毋是牵涉诈领助理费这个案件被约谈？嘉义地检署讲，案件侦查中无法度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县玉里镇的镇长蔡秋良涉嫌贪污，警方指控讲伊甲摕到标案的厂商有无正当的金钱往来。检调伫昨昏开始调查，带11个人登记问话。蔡秋良因翁仔某也去互这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花莲玉里镇长蔡秋良因为涉嫌甲标着公众工程的厂商有无正当金钱的往来，所以包括因牵手甲公所等等相关的承办人员，拢总11个人。为初8早起开始，包括公所、因徛街等等15个所在，拢去互搜查。因为涉案的情形严重，暗时互带登去地检署复讯。蔡姓镇长与多家得标厂商之间的不正当金钱往来，金额累积达上千万元。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图利等罪嫌。经检察官侦讯后，已于今日凌晨5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根据检方的调查，蔡秋良伫108年到110年的期间，涉嫌甲标着玉里镇公所公共工程的厂商，以借贷方式收无正当的钱，有甲上千万。检调认为讲，伊涉嫌扣税职务共威胁，有诈钱的嫌疑。有几件的这个公共工程弊案那目前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花莲县玉里镇大鱼垒球场的公共工程弊案那有涉及到一些验收瑕疵的问题目前互带登去侦讯的，包括镇长，拢总有5个人互检方申请羁押，3个人撤回，3个人交保。蔡秋良若是去互压起来，因为任期已经过一半，官府会派人来代理。这个事件嘛为年底地方的选举增加未少变数。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的东山这个所在，正经济宁静。不过，讲到这几年是受到虫害乃至臭气牛仔霜冻，农业局即摆也推出着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加无人机除药的作业。这无人机除药的效果当咧试做，爱看今年的效果，才来决定讲敢要继续推广。台南东山正宁景玉福堡的农民，行到高树边啊，凊彩沙里都掠到臭牛啊，叶啊变开会当看到真侪卵。尤其最近拄好是高树授粉期，这臭牛的威胁，互农民真困扰。伊拢全部拢夹伫遐，啊，伫遐食遐种油红的，伊啊食的尾啊，就拢袂开啊，阮就袂结果啊。伊个种迄种毒液啦，啊伊会腐蚀啊，所以做危险的啊。当地民意代表有接到农民陈情，最近愈来愈侪臭牛啊，也用无人机试喷药啊，希望会当解除危机。目前台南市农业局利用2公顷的果园做无人机喷药的示范区，不过对农民来讲成果有限。它只能从上面撒，但是它没有办法从里面撒，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然后我这边喷，然后它飞到隔壁去，像这种它没有在做的。你的壁里啊，我这边药效过了，它又飞回来。所以我们利用无人机的来喷洒那个皂盐，就是所谓的肥皂水，来针对那个立柱春象的小虫啊，就是来做一些防治哦。今年刚实施，我们可能在清明节前后会做测试哈，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在明年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针对进前中法官有得到中央补助，用无人机大范围喷药啊。台南市政府目前也当地研究，除了用无人机喷药啊，同时佫搭配生物防治来克制虫害，赶紧解决农民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因为伊食酒醉跋倒受伤，所以因为伊是不满这救护车送伊去到病院的过程有开警报器，伊就出手甲消防人员杀，害这个消防人员受伤。这个查甫人也去互警方带登去派出所，也因为这款暴力事件直接发生，消防员也希望民众就爱尊重因的职业。无啦，这规定啦，规定爱开啦。差着将出去隔壁啊！阮真紧就驶走，这行啊来驶较慢尔啦。你落去啊！我就要落车哦。阮这规定的，大哥。大哥。不满救护车开警报器，酒醉的中年查甫人佫动手杀救护人员。消防人员看这情形，立刻停车报警。无想到这查甫人落车了后，佫大声喊，甚至动手杀警察。你即摆小样啦！员警马上将这个查甫人押解带回派出所，依照妨害公务罪上班。互伊攻击的消防人员头甲颔棍拢有受伤。然后就坚持要我们关掉，那我们告诉他 SOP 就是一定要开，然后他就突然推我同事这样。就是对，他就突然直接推我同事去撞救护车的那个墙壁。消防队员表示，当时接到报案，新北市这个查甫人明显啉酒醉，因为头受伤，需要送医。一路就安尼一直辱骂消防队员，佮动手，这种的语言加肢体暴力状况常常出现，也让人感觉真无奈。也是很无奈啦，但是还是秉持着想要帮助他，因为他跌倒喝酒。可能当下没事，也不一定有没有颅内出血嘛。那常常会接受到这种语言暴力啊，甚至是动手推挤，对啊。那我是觉得说，希望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消防队员表示，因为救护民众拢会真晚，连做真正动手攻击，会当讲无法度预防。尤其九成拢发生伫咧护送酒醉的民众的时阵，希望民众会当尊重消防人员，莫互这种暴力状况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的资料，讲去年伫台湾有摕到第一位心智科身心障碍鉴定手册有超过35万人。全台湾规模上阶段精神病院，也就是北营的局地分院，这几10年来用4阶段职能复健，打造一个在地化的社区式照顾，协助这寡学员等到社区会当家己生活。这成果已经受到国际肯定啊！锣鼓闹采采，气势旺盛。伫咧台顶表演的秀姑峦鼓队是北营玉里分院，捌因为精神方面问题破病的学员。因大部分拢是精神科的病人，主要拢是咱较早讲精神分裂症，但是即摆叫做思觉失调症。人讲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像阮安尼。我做到了。这
这阵学员的故事也被拍做微电影，记录玉里婚姻这30年来替新种者打造4阶段职能福建，对于福建中心庇护工作训练、康复之家到社区家园全部包办。当年协助大约10趴康复之家的住民登去社区独立生活。第一个在院内的职能治疗，那去训练他的手眼协调，看他能够做哪些的工作。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到职业复健的模式之前，我们就去媒合看他要做什么职业。一般医生我看到的是救人的命，对吧？啊，这个玉里龙院这医生救的是人的生命，哦，还是无同款的物件，迄程度内涵更较高。北营玉里分院是全台湾上大规模的精神病院，今麦收大约2000人。当年协助大约30位有机会成功复健的学员去康复之家进一步训练，透过全方面的支持，助赞新种者重建生活。包括美国、澳洲、韩国、印度的精神照护专家也拢捌来分院交流，成效受国际肯定。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新竹市的南大路有一间日本时代留落来警察宿舍，最近征收好势啊！市政府也特别办活动，让民众穿着日本衫来这体验迄当时的家庭生活。大家穿好好暗念剧本，准备好势，连伊特别开始演故事咯。人家还分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你说啦，我是因为身材比例好，所以看起来有164。怎么样？我穿个身高尺就124啦，怎么样？第100年历史建筑内底搬戏是第一摆经验，大家感觉真趣味。今天我是一个犯人，可能我今天是一个到古代的一个可能女生或美女或怎么样的，就我觉得蛮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的地方，那未来可以想象说结合如果教育方面的一些历史知识，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市府委托厂商设计亲身体验活动，设计单位表示，这游戏每一出剧本拢有文化意涵，尤其在历史古迹建筑内底体验特别有感觉。嘛，期待大家对古迹有更加深的明白跟尊重。那这个场馆它是原本是日本的警察宿舍，然后它是一个古迹。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如果说你在角色扮演里面能够真的到一个真正的实景里面去体验，那整个体验度跟沉浸度会更完整。精彩剧情结合日本服装跟日本老厝，民众哪亲像倒转去到100年前，体验台湾日本时代的生活气氛。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台湾的农村出现欠脚手的情形，即马也有一群少年人利用这无人机在共斗3工，有一群滨科大毕业的少年家因做伙创业，用无人机替农民转药啊。另外，伫屏东的农业智慧学校，有一个南部头一个大型的无人机科技接的机场，县政府伫5月也要办无人机的训练课程，希望会当培养更较侪人才。无人机出动伫这区产转药啊，农业食宝机是这几档才出现的新产业。33岁林占良6档前就投入这道，即马伊甲4位屏科大学弟学妹做伙转来故乡创业，就是上准无人机喷药商机真大。果树蔬菜花卉整面整合起来的话，其实无人机在使用农业方面的话的这个比例还是很少。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市场未开发程度还很大。林占良进前家己替人用无人机转药啊，工课接不完，年收入超过100万。伊栽培学弟林武宪一档，差不多要出师，因为这种无人食宝机至少25公斤，唔但爱有操作证。替人转药啊嘛，爱有农业大棚的证照，要做这道无遐尼简单。台湾其实地狭人稠，我们很多的一些障碍物，像我们看到的电杆啊，还有一些建筑物啊，这个在都是对于飞手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挑战。考照啦，还有像我们所谓的民航局的，还有药毒所这2个证照的部分，
我觉得前期是需要有人带领啊。全台目前摕到相证的无人机技术才160多人，无照的嘛未少。伫屏东智慧农业学校有南部头一个大型无人机考照机场，屏东县府按算5月嘛要开无人机训练的课程，直接现地考照，培养更较侪专业人才。记者邓亚文、罗伟做屏东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大陆冷气团对今日开始减弱啊，全台湾拢会变甲真烧热，上悬的温度有到25度，而且一直到礼拜拢是一款的好天气。也讲到这最近的天气是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宜兰到新竹是对15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第一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咱再相会。